身材甜蜜的笑容，色彩也电影下。风把又给压来砸，细妹安将爱马杀，爱上都斯文又后生，爱爱唔爱他。风把又给压来砸，细妹安将爱马杀，爱上都斯文又后生，爱爱唔爱他。那子风风的吹顺，木珠啊背讲吧。西妹安将，西妹安将，生过的牡丹吧。标准的身材，甜蜜的笑容，色彩也电影下。风把又给压来砸，西妹安将爱马杀，爱上都斯文。爱爱唔爱他，风把又给压来砸，细妹安将爱马杀，爱上都斯文又后生，爱爱唔爱他。斯文又后生，爱爱唔爱他。风把又给压来砸，细妹安将爱马杀，爱上都斯文又后生，爱爱唔爱他。新老演客 music， 哇，这边非常欢迎呢，邀请到你客家客家一哥罗时丰大牛，小先生你好，你好，罗大哥，庞老师你好，庞秀吉，庞秀吉啊，庞先生，没先生我廿個 TV 想欣賞用誒，哎呀，像也沒用吼，真係也係客家嘅，真係佼者誒，哎呀，冇辦法認定。香蕉者，香蕉者，吃香蕉，是香蕉的，哦，有像哦。加蟲雞挑嗬，西門人醬，係啊，有，係啊，東江，誒，上嚟笑過唱嘅演員啊，都林玉子。嘿，咩啊？客家嘅花旦啊，係啊，東鄉咧，西門人醬，西門人醬。你跟我比較這些客家醬嗎？佢係彭佳慧的妹妹嘛。嗯，哎呦，哎呀，奇怪，同一個工廠出產的東西，怎麼會長個兩個樣哦？其實還係凍窮啦。係啊，窮哦。佢本意兩位講嘅話，都要留下來。你拿過來本直接看，唔怕咩？哎呦，佢咩嗰本人啊？糖豆西門人醬，金錢的話天絲紅糖豆。哦，佢本意獻種糖豆。哎呦，做得麼？做得咯，兩條歌本來係客家歌，係鄧百成老師唱嘅。不過撈兩條歌叫重風嘅嗬，係時風。係啊，因為攞喺糖豆攞單個重。嘛做唔得安尼講啦。有乜咯？其實一條歌嘅樣式啲係客家嘅咩黨風嘅。西門人醬因為嘅樣式黨流行 VHS，嘅樣式開始。大間屋卡全部是有啲學唱歌嘅，所以嗰樣時當唱片公司就做嘅卡拉 OK， 所以嗰樣時嘅安尼客家歌嘅銷售比例非常嘅高。哎呀，條歌嗰樣時咩啲客家嘅咩當歌嘅。係，不過你從兩條歌嗬，讓所有嘅台灣嘅觀眾朋友第兩條歌講到客家話，叫做西門人醬哦，一定會講到這個詞。那嗰樣時我本來就有啲想法，就想
我客家人啊咩当多呢客家乡亲主动还是讲，哎，咱客家人哦，你唔创到客家歌啦，安尼哦。我讲其实我没想，问题我没有同唱片公司建议，建议唱片公司因为要投资报酬率的问题，所以一直都唔敢做，唔敢做，我后来我听到新闻讲一条歌嘅。我就拿来以后，我同阿哥哥，阿哥哥是见过嘛，两三第五卡无聊，就同个西门人讲，所有歌词就反都变台语的歌词，反而没有适合押韵的哈，反，你唱做得用，你睇嗰個戲都有即刻翻，我就同阿哥兩三，就翻，反就感覺呢唱做得，哪本唱片公司調價，俾談看啦，哎呦，一好谈哦！原来这个石峰还是这个推广客家文化、推广这首歌的功臣。基本上啲开歌词其实你要歌歌写，我让歌写，后来想歌的作詞者，用咁樣嚟寫，寫到以後出版了咩？我錄嘅，編曲編好我錄嘅。錄的是個調價個用是個呢吉馬唱片陳維祥係嘛，好聽又便宜啊！佢啲唱片呢個貢獻嘅動態，比如講我聽迄個你後邊遐我來叫一隻小姐，你愛加一個迄個客家話，唔知較有趣。我就想，這個老闆真的他們那種有獨到的見解。這做乜雞？你到底愛的是多幾個？愛唔知哦。對，你就增加這首歌的一個生命嘛。沒想到就是那時候因為唱片很活絡了，所以一出去以後，馬上就收到很多朋友。對，畫龍點睛，真的。嘅機花、黑花。咁個希望石峰，繼這個《西門暗將》之後，還有機會再過來重幾條客家歌，變到這個專輯裏邊，我做都不影響。安尼好，還有大師為我量身定做，這是我的榮幸啊！我後來我未有唱過一條，嗰條歌嘅主人都莫空央嘅人，莫空央嘅人，我未放到那個專輯，嗰種時咩彈到嗰條歌咩當好彈，我就想拿嚟變嘅專輯度就一條聽聽啦，但是冇辦法做到幾多，一點可能要對觀眾朋友較排斥。